会当的物件，我跟你讲，伊真正会当啦，真的吗真正。哎，你会惊啥货啊？我惊加抓，加抓，免惊免惊，好，来3种啦，准备好啊好来，来哦，咱台语望看卖，来看头前手，孙一米，请望，开始。有点秀啦，什么物件啦？哎呦，刚撸出来啦，我家来走出来啦，还是，啊，唔过我嘛袂晓讲这个台语咩啊？是，好呗，不要紧，试掉的你先讲，来，你叫哥哥，你试掉啊？你试掉啊？你啥？什么？恐龙，你哥讲一解，伊讲恐龙，伊就是讲那个囡仔5岁啊娘来啊，互因爸。哦，那个恐龙对吧？我你家的恐龙啊！侏罗纪公园内底迄个恐龙，老师，恐龙对唔对？对。